第9章地球編年史。馬蒂爾達、歐丹內爾、馬克艾羅伊的個人筆記。在這次會談當中，我做了手寫記錄，因為艾羅給我提供了大量的日期和名稱。如果不將它寫下來，我不可能全都記住。我並不是經常做即時記錄的，可是在這次講授課程中，我認為有必要準確無誤地將它傳達給我的資訊記錄下來。然而，我發現做筆記會大大增加了我專注接收艾羅資訊的難度。我不是因為要做筆記而分心，以致跟不上他的思路，所以我不得不曾經要多次請求他再次重複。艾羅繼續與小行星帶上太空站的通訊官進行交流。這大量的資訊是他從哪裡接收來的？由於艾羅是一名同領地的軍官、飛行員和工程師，而並不是一名歷史學家，因此他需要從同領地遠征軍的其他官員所進行的勘測記錄中獲得這些資訊。會談內容的官方記錄。頂級機密。美國空軍官方記錄。羅斯威爾空軍基地第509轟炸大隊。主題：外星人訪談。1947 7月27日。第一段會談。地球的真實歷史是非常古怪的，它實在是太荒謬了，以致對地球上任何企圖研究它的人來說，都會是難以置信的。無數至關重要的資料都已經遺失了，大量不合乎邏輯的文物和遺跡的匯聚，和雜亂無章的神話。地球自身反覆無常的特性，周期性的覆蓋、淹沒、混雜而粉碎了的物質證據。由於以上這些因素，再混合了舊帝國實施的失憶處理和催眠後的暗示、偽裝和轉移等手法，使得要追溯地球文明的真正起源，以及企圖重建地球的文明史，實質上變得是難以破解的。無論是多麼有才華的調查員，都注定要深陷一堆無法得出結論的假設、行不通的猜想和永遠的神秘謎團之中。由於同領地不用承受你們這等痛苦，同時具有客觀、長壽和記憶上的優勢，因而我會為你們對那殘缺不全的地球歷史作一些說明。這裡有一些事件和日期，並未有在你們的地球歷史書中出現過。這些日子因為涉及舊帝國和同領地對地球的影響，故此顯得重要。雖然我曾經參與過幾次由我們任務指揮人士所講解的有關地球過往幾百年的一般背景資料，但是我主要依據的是來自在我們所攻佔的一些舊帝國行星總部中所搜集得來的資料記錄。自那時起，同領地遠征軍便能夠追蹤到
地球事件的總體進展。如同我所說的，在某些情況下，統領地選擇干預地球上的某些事件，從而確保我們長遠的發展計劃得以成功。雖然統領地對地球本身，或對於這個行星上的現在成為者，並沒有多大興趣，但是這樣做會有利於確保地球上的資源不會被摧毀或者被糟蹋。為了這個原因，某些統領地人員不時被派遣到地球來進行偵查和資料搜集。然而，以下所提及的日期和事件，是由統領地所累積的數據資料中推斷出來。至少，這些資料也是我通過太空站的通訊中心所得來的。公元前208000年，舊帝國進駐銀河系，並將總部設於這個銀河系的大熊星座，即北斗星近尾部的其中一顆星上。較早前，舊帝國以核武軍事入侵並征服了這個區域。當放射性污染開始消退及清理和復原工作完成以後，這個銀河系就開始接收來自其他星系的移民。這些移民所建構的社會一直在發展，直至10000年前，由統領地取而代之。雖然地球上的社會已經脫離了舊帝國的直接控制，但是最近期的地球文明，尤其是在交通工具的外貌和技術上，都非常近似舊帝國的模式。例如飛機、火車、輪船、消防車和汽車，以及你們以為是現代化的或前衛的建築，事實上是在模仿舊帝國的主要城市的建築設計。公元前75000年以前，統領地對於亞特蘭大大陸和列穆里亞大陸等板塊上的文明的記錄非常少，只是注意到這兩個文明差不多是同時存在。顯然，這兩個文明是由一些從他們原居星球，為了逃避政治或宗教迫害，而來到地球的電子文明幸存者所建立的。統領地知道，舊帝國有一條行之已久的法令，是禁止無授權的星際殖民。因此，這些殖民地移民有可能被視為罪犯，而被警察或軍隊追趕，以致毀滅。儘管這似乎只是一種推測，這裏並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解釋為何這兩個電子文明會完全消失。另一種可能性是，由於在蘇門答臘的多巴湖區 Lake Toba 的水底火山，以及位於爪哇的克拉克托火山 Mount Krakatoa 的大規模爆發，
而導致列穆里亞大陸的毀滅。火山爆發所引發的洪水，淹沒了整個大陸板塊，包括了這裏最高的山脈。這個消失文明的幸存者，列穆里亞人，是中國人的祖先。澳大利亞及其以北海洋地區，是列穆里亞文明的中心，亦是東方民族的源頭。這兩個文明均具有電子、飛行和類似的太空文明的科技。顯然，這次火山爆發噴出大量熔岩，足以令地殼形成真空地帶，以致大量土地陸沉於海洋之下。這兩個文明所在的大陸地區，被火山噴發的物質所覆蓋，繼而下沉。這次大洪水的傳說，除了被地球上每一個文明所流傳之外，並沒有遺留任何絲毫證據。這些幸存者是屬於東方種族和文明的。這類大規模的火山爆發，令大氣中的平流層充滿了有毒氣體，隨之而擴散，並包圍整個地球。火山噴發的廢物，導致大氣層的長時間污染，因而引起了一場持續40晝夜的雨。同時，由於太陽輻射被折返太空，以致地球變冷，這樣當然會導致另一個冰河時期，物種滅絕和很多其他相對長期的轉變，持續了數千年之久。由於地球自身變幻無常的自然現象，以致發生全球性的災難，因此這裏並不是一個適合現在成為者居住的星球。再者，還有另一類偶然的全球性災難，如同超過7000萬年前的恐龍滅絕事件，這是由於一場星際大戰所導致的。在這個時期，地球和很多其他鄰近月亮和星體都受到原子能武器的不斷攻擊。原武爆炸的結果，令大氣沉降物的情況，如同發生了一場火山噴發。自此，大部分在這個星系區域的行星，都成為了無法居住的沙漠。地球之所以不可取，還有很多其他原因。強重力、高密度的大氣層、洪水、地震、火山爆發、地磁逆轉、板塊漂移、流星撞擊、大氣和氣候轉變，僅以此為例而已。怎樣的持久文明，在這等環境之下，能夠發展出高等而精密的文化呢？此外，
地球只是這個銀河系中一顆邊緣小行星。對於朝向這個銀河系中心的較為集中的星際文明來說，這個地理位置令地球顯得非常孤立。這些明顯的條件，使到地球只適合於用作動物園或植物園，又或者有如現在的用途，作為一個監獄，僅此而已。公元前3萬年以前，地球開始被用作囚禁那些被判為賤民級別的罪犯和非循規蹈矩的現在成為者的監獄和傾倒場。這些現在成為者被捕後，被鎖在電子籠牢之中，繼而由舊帝國的各處送往地球。地下失憶控制站分別設在火星和地球上，設於非洲的魯文佐里山脈 Ruwenzori Mountains， 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脈 Pyrenees Mountains 和蒙古大草原等地。當一個現在成為者死亡和脫離軀體的時候，這些電子監控站會產生多重強制濾網，用以探測和捕捉這個現在成為者。現在成為者會被極強的電子力進行洗腦，以確保地球上的全體居民處於永久的失憶狀態，對這些族群加以進一步的控制，是以多個遠程電子思想控制裝置加以實現。這些監控站如今依然運作，甚至對於同領地來說，它們仍然是極難被攻擊和被摧毀的。同領地直至稍後的日子來臨之前，仍然不會在這個區域部署重大軍力。這個金字塔文明是刻意地被創造，用作地球上的現在成為者的監獄系統的一部分。這個金字塔被斷言為智慧的象徵。然而，這個地球上的舊帝國的智慧，是意圖作為這個周密的失憶圈套的一個元件而運作的。這個所謂智慧，是由物質、含義和神秘所組成。這些與非物質或意圖的一個不朽的精神存在的本質背道而馳。一個現在成為者之所以是，純粹是因為他想是。物質代表了物質宇宙，包括了所有物體，例如星星、行星、氣體、液體、能量粒子和茶杯等等。這些金字塔是非常之結實的事物。
如同所有由舊帝國所建造的結構，又重又大又密又堅固的物體，以此創造了某種永恆的幻象。屍體以亞麻布包裹，以樹枝浸泡，安放在雕刻的黃金棺材之中，並以世間財寶和眾多神秘符號作為陪葬，以此塑造一個永生的假象。然而，又密又重的物質象徵，正是一個現在成為者的相反。一個現在成為者，並非物質，亦非時間性的。有形物體並不是永恆的，而一個現在成為者是永恆的。含義：虛假含義，阻礙對真理的認知。這個地球上的金字塔文化是一種捏造出來的假象，它們只不過是由一個舊帝國神秘邪教組織，名叫蛇之兄弟會所編造出來的假文明，編製一堆虛假含義，是為了形成一個偽造社會的幻覺，從而在地球監獄系統之中進一步加強這個失憶機制的效果。神秘是由謊言和半真半假的事物所構成的。謊言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他們塗改了某些包含確實日期、地點和事件的事情。當真理被認知以後，謊言亦無法繼續存在。一旦真相被發現，這裏亦再沒有神秘了。所有這些地球上的金字塔文明，是由一層又一層的謊話，巧妙地以幾個事實組合而成的。舊帝國邪教祭司利用精密的數學、太空技術，配合戲劇性的隱喻和象徵主義，並以美學和神秘作誘惑和利誘，並對真相進行徹底的捏造。錯綜複雜的宗教儀式、天文星圖、神秘的祭禮、巨大的歷史遺跡、令人驚嘆的建築、藝術化的象形文字、人獸合體的神，都是為地球上族群製造一種無法解答的神秘而設計的。這種神秘能令那些遠離自己家鄉、被捕的、已洗去記憶和在囚的現在成為者，轉移他們對真理的視線。真相是，在地球上的每一位現在成為者，都是由其他星系來到地球的。
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地球的原居民。人類並沒有在地球上進化過。在過去，埃及社會是由監獄管理者或祭司們所操控，他們實際上是反過來操控着法老王，控制着國庫財產，亦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奴役着這些囚犯。在這個現代，祭司已經轉變了，但是他們的作用仍然是一樣。然而，今天的祭司亦是一名囚犯。神秘鞏固了這座監獄的圍牆。舊帝國唯恐地球上的現在成為者一天會重拾記憶，所以這些舊帝國祭司的一個主要功能是防止地球上的現在成為者記起他們是誰，他們是如何來到地球，他們又是從哪裏來的。舊帝國監獄系統的操作員和他們的主管不想現在成為者能夠記起是誰殺害了他們，是誰逮捕了或偷走了自己的財產，並將他們送到地球來，並讓其失去了記憶，和判處他們無期徒刑。試想想，如果一天所有囚犯都突然記起他們是有權獲得自由的，會有什麼事情可能發生？如果他們突然醒覺起來，知道這是一場冤獄，因而一同反抗這些監獄的守衛，這又會如何？他們不敢透露任何看似那些囚犯家鄉星球的文明，哪怕是一種身形、一件布料、一個符號、一艘太空船、一件先進的電子儀器，或任何其他來自他們家鄉星球有可能提醒和喚起記憶的文物。現時應用在地球上現在成為者身上的誘捕和奴役技術，是一套經由舊帝國發展了超過數百萬年的精密科技。這裏並包含了為這座監獄而編造的一個偽裝外貌。這個外觀是連同整座監獄的一切一同安裝的，每一個元件也是整個監獄系統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裏包括了講那些蠱惑人心、模棱兩可的說話的宗教。每個金字塔文化
均以此作為控制機制。這是以武力、恐懼與及無知來維持對人們奴役的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混淆視聽不着邊際的訊息，那些幾何設計、數學計算、天文星圖等，只是以實體為基礎的虛假靈性的一部分，為的是迷惑和擾亂現在成為者，而並非永恆的靈性。當一個人死後，連同世俗的財物一同下葬，並以亞麻布包裹，用以保持他們去世後的靈魂 soul 或陰靈 ka。事實上，一個現在成為者並不是擁有一個靈魂，而是一個現在成為者本身就是一個靈魂。在一個現在成為者的家鄉星球，當這個眾生 the being 死亡和離開軀體的時候，他們的財產是不會失去、不會被盜或被遺忘的。這個現在成為者會回來並認領他的財物。然而，如果這個現在成為者已經失憶，他們就不會記起曾經擁有任何財產。因此，政府、保險公司、銀行家、家族成員和其他趁火打劫的人就不怕被亡者追討，而能夠毫無顧慮地奪取他們的一切財產。製造這些虛假意義的用意是為了灌輸一個現在成為者並非一個靈魂，而只是物質形體。這是一個謊言，這是一個圈套。無數的人已經浪費了無盡的時間，企圖去破解這個埃及之謎和其他舊帝國文明。這些謎團是由根本不能拼合的方塊所組成的。一個問題闡述了本身的答案。埃及和金字塔文明之謎是什麼？神秘。大約在公元前15000年，舊帝國在今天的玻利維亞的的克克湖附近，海拔接近14000英尺的蒂亞瓦納科 Tiwanaku 監督興建水力採礦場和建造大型石刻群，名為卡拉薩薩亞 Kalasasaya 和他的太陽之門等建築。公元前11600年，地球的極軸轉移到海洋區域上，當極地的冰層融化，上一次冰河時期亦突然告終，海洋水位上升，
以致地球上大範圍的大陸板塊被淹沒。亞特蘭提斯和列穆里亞文明所殘存的最後遺跡，亦被淹沒在海洋之下。由於這次磁極移位，在美洲、澳大利亞和極地也發生了大規模的動物滅絕。公元前10450年，一位舊帝國的現在成為者，名為托特。他計劃興建吉薩大金字塔。這個金字塔的4條氣井，準確地指向當年由吉薩當地仰望到的舊帝國重要星球的所在位置。吉薩金字塔群在地上的排列，與由吉薩仰望天際的獵戶座星體的排列完全吻合，如同早期地上的尼羅河被視為象徵着天上的銀河那樣。公元前10400年，根據地球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述，亞特蘭提斯文明的一些殘存記錄，記載了電子科技和這個社會的其他技術。這些資料被埋藏在獅身人面像腳爪下的地下室之中。這位希臘歷史學家記載，他是在埃及城市克里奧波里斯 Heliopolis， 由一些蘇美爾人的神阿努的祭司朋友告訴他的。然而，舊帝國監獄系統的操控者是不會容許任何有關電子文明的線索被保存在地球上的。公元前8212年，吠陀經或吠陀經讚美詩，作為一套宗教讚歌的形式被引入地球社會。他們以口頭傳承的方式，代代相傳地將它流傳下來。在給啟蒙兒童的讚歌 The Hymn to the Dawn Child 當中記載了一個物質宇宙的循環概念，由出生、成長、保存、衰落，直至死亡，或者在一空間中物質和能量的毀滅。這些循環產生了時間。在同一組讚歌之中，又描寫了演化論，這是包含了大量靈性真理的一個極佳的知識體系。可惜的是，它的價值被人類過於低估。
又受到祭司們的顛倒黑白和謊言所改動。這是一種陷阱，作用是為了防止任何人能夠利用智慧而發現逃離這個監獄星球的方法。公元前8050年，在這個銀河系，舊帝國本部行星政府的毀滅，這亦是舊帝國在這銀河系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終結。然而，因為舊帝國規模之浩瀚，對於統領地來說，仍需要好幾千年的時間，才能夠將它完全征服。這些舊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仍然會慣性地留在原處運作一段時間。然而，舊帝國在這個地球的太陽系中的殘餘太空艦隊，最終在公元1230年被摧毀。除了地球這個監獄系統的舊帝國操控者之外，還有其他來自舊帝國的個體來到地球。自從統領地軍隊打敗了舊帝國之後，地球再不受舊帝國所控制。這裏再沒有警察去管制那些為了個人利益和為了很多其他邪惡目的而來到地球的軍事叛變者、太空海盜、採礦者、商人和企業家。他們在地球開發這個星球的資源。舉例來說，在地球歷史中，根據猶太人在創世紀第6章對拿非利人及其起源是如此描述的：當人在地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從那時起，地上就有了拿非利人，他們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過去撰寫名叫《舊約》歷史書的猶太人，是奴隸、牧民和採集者。任何的現代科技，甚至一個簡單的手電筒，在他們眼中也會是令人震驚的和神奇的。對於任何無法解釋的現象和科技，也會歸因於神的傑作。不幸的是，這種態度普遍存在於所有受了失憶處理而無法記起自己的經歷、受過的訓練、擁有過的技術及自我個性和個人身份的現在成為者當中。顯然，如果他們是男性，
又與地球女子配對。那麼，他們並不是神的兒子，他們只是為了在這個舊帝國政治沒落期當中得到好處，又或者只是沉醉於身體感覺的，寄居在生物軀體中的現在成為者。他們在那些警察和稅務機關沒有到達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一個細小的殖民地。巧合的是，違反所得稅的規定，這正是在舊帝國社會中現在成為者可能觸犯的最嚴重罪行的其中之一。所得稅在舊帝國社會中是被用作一種奴役機制，也是一種懲罰。在報稅表中出現的絲毫錯誤，也會導致被判為賤民，隨之而送往地球監禁。公元前6850年，在地球上，舊帝國在巴比倫、埃及、中國和中美洲等地建立起其他的金字塔式文明。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為這些虛假文明提供了服務設施、通訊站、太空港口和採石場。卜塔 there, 這個名字是給予舊帝國管治者在地球上的第一位繼承人的，這代表了他們是地球人的神聖統治者。當人認識到埃及這個名詞是由希臘語 Het-ka-te 意思是卜塔精神的居所 House of the Spirit of Te 這句子所演變出來的，人們就能夠理解到卜塔的重要性。卜塔的別號為創立者，他是一位建築工程師。卜塔的大祭司被賜予工匠的偉大領袖的頭銜。卜塔亦是埃及的轉世之神，他創立了這個在葬禮中由祭司為亡者施行，由遺體釋放出他們靈魂的開口儀式。當然，當這個靈魂釋放出來，他們又會被擒獲，洗去記憶，並再度返回地球。在地球上，這些卜塔的追隨者，所謂神聖的統治者，埃及人稱之為 Nut， 意思是守護者或看守者。他們的標誌是蛇或者是龍，這代表了在舊帝國中稱為蛇之兄弟會的一個神秘祭司的職位。舊帝國工程師使用了高度集中的光波切割工具，
用以迅速開鑿和雕刻石塊。他們更使用了力場和太空船去升起和運送這些每件重量達百千噸的石塊。部分建築在地面上的佈局會被發現與銀河系這個區域中的多個星體有着對應的地質學和天文意義。相對大部分行星上的建築標準來說，這些建築顯得粗糙和不切實際。作為一位同領地的工程師，我能夠確定，這類臨時湊合的建築是不可能通過同領地行星上的檢定。這類使用在金字塔文明的石塊的半成品，仍然可以在中東和其他地方的採石場遺址中被見到。這類型的建築大多數是草率建成的道具，就好像是一套電影中的一個西部小鎮的場景。它們看似是真的，無論如何，它們看來也應該有點用處。但是，這些由舊帝國樹立的，可以被稱為神秘石陣的金字塔和其他所有石碑，它們並沒有什麼實際用途。為何人們會浪費如此龐大的資源去建造那麼多無用的建築？就是為了製造一種神秘假象。事實上，每一位為舊帝國服務的、作為神聖的統治者的現在成為者，雖然他們都是現在成為者，但是他們確實並不是神聖的。公元前6248年，同領地司令部與舊帝國在這個太陽系的殘餘部隊之間展開了一場持續接近7500年的戰爭。這源自當時同領地3000名遠征軍的成員和軍官在喜馬拉雅山脈設立基地，因為同領地並沒有意識到舊帝國仍然保有以地球作為一個監獄星球的控制，因而這個基地並沒有設防。當時同領地基地受到了仍然在這個太陽系運作的舊帝國太空部隊的攻擊，並予以摧毀。整個軍營的同領地隊員被俘虜，隨之送往火星，清洗記憶及送返地球，並寄居在人類的生物軀體之中。他們今天仍然在地球上。公元前5965年，
由於針對在這個太陽系消失的同領地的軍隊成員進行調查，以致發現了舊帝國在火星上和其他地方所設置的基地。同領地奪取了金星，作為防禦舊帝國太空軍力的據點。同領地遠征軍亦對金星上的生命體進行監測。金星具有高濃度、炎熱和重的硫酸大氣雲層。在地球上，某幾種生命體是能夠忍受近似金星的大氣環境。同領地同時在這個太陽系建立了秘密設施和太空站。這個太陽系有一個由破碎的行星所形成的小行星帶，這提供了一個讓太空船升降的非常有用的低重力平台。這能用作銀河系和鄰近星系之間的銀河跳板。在銀河系這邊，並沒有任何行星能夠很好地用作太空船和來往交通的進入點，而這個破碎的行星則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太空站。由於這場對抗舊帝國戰爭的結果，這個太陽系現在就成為了同領地的寶貴財產。公元前3450年至公元前3100年，在這個時期，舊帝國操縱者或神聖的神們對地球事務的干預，被同領地勢力所擾亂。他們被迫要以人類的統治者來取代他們自己的角色。這位統一上下埃及的第一王朝的人類法老王，他的名字剛好是稱為門 Man。他所建立的首都又稱為 Man Nefer， 在埃及意思是門之美 The Beauty of Man。 他開始繼承舊帝國行政地位的第一位法老王。自第一位法老王開始，這10位法老王世襲統治下的埃及，便是持續了350年的混亂時期。公元前3200年，正如我早前所提及的，在這個時期，地球正受到同領地與舊帝國之間的戰爭所波及。當然，這對於地球考古或歷史學家來說，這並不合乎邏輯。由於地球歷史學家已經被洗去記憶，他們想到的這只是一個宗教時期，而且因為在這個時期，在地球上的科技和文明是預先套裝好的，他們
並不是在地球上演變的。當然，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導致出現在當時埃及和任何金字塔文明上的複雜數學、語言、文字、宗教、建築和文化傳統的發展過程的證據。這些文明全套包含了所有種族體型、髮型、面貌、禮儀、道德準則等等的種種細節，就是以一整套組合而呈現的。因為以免引起懷疑，所有可以證明同領地或舊帝國對地球的干預，或任何有關外星人活動的實質證據，都已經小心地被清除了。舊帝國並不想地球上的現在成為者會懷疑他們曾經被俘、被洗腦和被移植到地球上。因此，地球上的歷史學家只會繼續假設，當時的埃及祭司不會擁有激光槍或其他舊帝國科技。同時，他們以為當時在地球上，除了一些祭司在走動說着亞門之外，就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亞門這一詞，基督徒仍然沿用至今。公元前3172年，在安第斯山脈一帶，有着一個連接主要礦場和諸神的建築的龐大網絡。這些礦場開採的罕有金屬，包括用於製造銅器的石礦，而極為大量諸神的建築的所在，包括了蒂亞瓦納科、庫斯科、基多和一些城市，如奧揚泰坦博、馬丘比丘、帕查卡馬克等。當然，這些金屬都是諸神的財產。由於舊帝國與同領地之間的戰爭的緣故，在這個時期，在地球上有着各式各樣的礦業在這裡開展。這些礦工曾經雕刻了幾件關於自己的雕塑，他們看來佩戴了採礦頭盔。在蒂亞瓦納科神廟的凹陷庭院中的這個 Ponce Stela 塑像，粗略地描寫了一位採石工人。他們用的是一種電子光波石塊切割器和其他雕刻工具，正套在皮套之內。舊帝國在這個銀河系的其他行星上維持了他的採礦事業已經一段很長時間。然而，這些礦產資源現在已經成為了同領地的財產。公元前2450年，在開羅附近建造的吉薩大金字塔及金字塔群員工，由舊帝國行政官員
所撰寫的一段銘文，可以在所謂金字塔銘文 The Pyramid Texts 中被見到。這些文本寫道，金字塔是在卜塔之子 Son of T 托特 Thoth 的指導下建成的。當然，因為從來沒有打算要將這些金字塔用作墓室，所以未有任何一位帝王曾經被埋葬在這裏。大金字塔是準確地位處於從太空俯瞰地球的所有大陸的中心位置。明顯的是，如此精準的量度，是需要用到一種從太空望向地球大陸的空中視野影像才能辦到的。純粹以數學計算地球大陸的地理中心，是無法做到的。在金字塔中的戲井，是對準獵戶座、大犬座，尤其是天狼星等星體佈局。這些戲井同樣對準了北斗七星的位置，這曾經是舊帝國的本部星球的所在。同樣包括參宿一、天龍座 Alpha 和小熊座 Beta。這些星體每個都是舊帝國將要捨棄的現在成為者傾倒和送往地球的重要系統。在吉薩高地的金字塔群的佈局，是為了製造一個在這個太陽系的地球上對應舊帝國中的某些星系的鏡像。公元前2181年，敏成為了埃及的生育之神。這位現在成為者，亦以一位希臘的神Pan的形象被認知。敏或潘是一位能夠以某種形式逃離舊帝國失憶系統的現在成為者。公元前2160年至公元前2040年，同領地與舊帝國之間的戰事趨於白熱化的其中一個結果是，這時這個神聖的統治者的權力被打破了。他們最終離開了埃及，並返回天堂了，也可以說是打敗了。人類以法老王之名取替了這個統治角色。第一位人類法老王將埃及首都從孟菲斯 Memphis 遷移到克拉克萊俄波利斯 Heracleopolis。公元前1500年，由埃及大祭司克里奧波里斯的森諾費斯、塞易斯的松契斯，以至希臘賢者梭倫等人所指的亞特蘭提斯的毀滅時間。亞奴的祭司們記載，這時地中海地區被亞特蘭提斯人入侵。當然，這些並不是來自大西洋上早於7萬年前存在的亞特蘭大大陸的人。
這些是來自克里特島 Crete 米諾斯文明 Minoan Civilization 的難民，他們的文明被聖托里尼火山爆發和海嘯毀滅。柏拉圖所指的亞特蘭提斯，是從希臘哲人梭倫的著作中借用過來的，而梭倫的資料來源是因為埃及祭司，他們將亞特蘭提斯稱為 Khepchu， 而埃及人又同樣地將克里特島 Crete 的人命名為 Khepchu。部分來自這次克里特火山爆發災難的幸存者，曾經尋求埃及的幫助，因為當時在地中海一帶，除了他們之外，埃及就是唯一一個擁有高度文明的地區。公元前1351年至公元前1337年，同領地遠征軍積極地向被稱為亞蒙的祭司，亦名為舊帝國蛇之兄弟會的埃及神秘邪教，發動了一場宗教征服戰。在這段時期，法老王亞肯那頓廢除了這些亞蒙祭司的職位，並將埃及首都從底比斯 Thebes 遷移到新址亞瑪納 Amarna。它正處於埃及大地測量上使用的中心點 The Geodetic Center of Egypt。然而，這場計劃推翻舊帝國宗教控制的行動，很快就失敗了。公元前1193年，在近東和亞該亞地區，希臘人和特洛伊人為了爭霸而戰，結果是在特洛伊戰爭的最後一役，特洛伊滅亡了。在同一時期，兩股勢力正為了爭奪圍繞地球的太空站的控制權，而在太陽系太空開戰。在這300年當中，舊帝國殘餘部隊對同領地作了非常激烈的抵抗。然而，持續並不多久，這些對同領地的抵抗也變得徒然。公元前850年，希臘失明詩人荷馬，他借用和修改了來自吠陀梵文、蘇美爾文、巴比倫尼亞文和埃及文等古時的神話，寫成了諸神的故事。他的詩如同其他古代神話一樣，非常準確地描述了那些有能力免除舊帝國失憶控制，又能夠不以生物軀體而能運作的，現在成為者在地球上的豐功偉績。公元前700年，吠陀經讚美詩第一次被譯成希臘文，
這是西方文明的文化革命的開始，由原始殘暴的部族文化轉變為建基於較為合理的行為準則而建立的民主共和體制。公元前638年至公元前559年，梭倫，一位來自希臘的智者，他報道了亞特蘭提斯的存在。這些資料是來自與他一同在埃及學習的舊帝國大祭司克里奧波里斯的深諾費斯和塞易斯的松契斯。公元前630年，索羅亞斯德在波斯創立了一種以一位現在成為者名為亞胡拉馬茲達作為中心的宗教實踐。這是在越來越多的一神論的神當中的其中之一位。這是統領地行政人員用以取代舊帝國諸神的華麗冠冕的一種體現。公元前604年，老子是一位哲人，寫了一本小書，名為《道》。他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現在成為者。老子能夠克服了舊帝國的失憶控制、催眠機制等影響，並逃離了地球。他一定是對一位現在成為者的本質有着非常透徹的理解，才能夠做到這些的。根據一般傳說，老子他作為一個人一生的最後一段日子，是生活在中國的一個小村莊裏。他沉思自己生命的本質，就有如喬達摩悉達多 Gautama Siddhartha， 他面對了自己的念頭和過去世，從中他恢復了部分自己的記憶、能力和本具的永垂不朽。老子作為一位老人，他決定離開自己的村莊，到叢林中去脫離這個肉身。這村莊的看門人留住他，並乞求他在離開之前寫下他的個人哲理。這裏是一小段他對道 The Way 如何重新恢復自己靈性的忠告。誰在看，是看不到他的；誰在聽，是聽不到他的；誰要觸摸，是觸摸不到他的。無相非實，靜是動之源。這個無限的靈性本質是生命之源，靈性就是本我。建造牆壁來支撐一間屋，然而
牆內的空間才是最重要的。用黏土來做窩，然而黏土所形成的空間才是最有用的。行動是源自無中生有的力量，如同靈性的虛無是萬物之源。一個人之所以要忍受着極大的痛苦，是因為人有一個肉身。如果人沒有這個身體，人又會受什麼苦？當一個人關心這個肉身，重於關心自己的靈性，這個人就只成就一個肉身，而失去了靈性之路。自我思想均製造幻象，人的錯覺是以為現實並不是一種幻象。一個人他製造了幻覺，並且令這些幻覺比現實更為實在。沿着心靈的路來尋找天堂之路。公元前593年，猶太人所寫的《創世紀》故事，敘述了天使或神的兒子與地球女子配對，令他們誕下孩子。這些很可能是舊帝國的叛徒。他們亦可能是來自銀河系以外的，來盜竊礦產資源的太空海盜，或者是走私藥品的商人。從領地察覺到，有很多來自鄰近星球和鄰近星系的訪客來到地球，但是他們是很少會留下來生活的。如果他們不是被逼，又會有哪一類生命體會願意居住在這樣的一個監獄星球呢？在同一書舊約之中，記載了一個人，名為以西結。他目睹一艘太空船或飛機降落在加勒底範圍內，接近哈布爾河附近的地方。雖然他以古時的語言和方法來描述這艘飛行器，但是這還是一種對一艘舊帝國飛碟或偵察機的準確描述。這近似在喜馬拉雅山腳的人目睹維摩納 Vimanas 碟形飛行器的情況那樣。他們的創世故事還提到耶和華設計的人體能夠在地球上存活120年，大多數在第12類太陽型第7等級星球上的生物軀體。常用的設計是
具有150年平均壽命。而地球上的人類壽命，大約只有正常壽命的一半。我們懷疑，這是由於這個監獄的操縱者更改了構成地球人體的生物材料，令他們生命週期縮短，好讓居住在人體裏的現在成為者較為頻密地接受失憶機制的處理。應該注意的是，大部分舊約是由那些在巴比倫受奴役的猶太人，在他們被囚禁期間，受着舊帝國祭司嚴密監控的情況下寫成的。書中引進了虛假的時間觀和虛假的創世概念。蛇是象徵舊帝國的符號，它出現在他們的創世之初的故事裏，或者出現在希臘人所謂的創世記之中。它導致以亞當和夏娃作隱喻的第一批人類的心性敗壞。舊約這本書明顯地受着舊帝國勢力的影響，從而發放現在成為者進入地球人體的詳細描述。這本書亦描述了很多舊帝國的洗腦活動，包括植入虛假記憶、植入謊言和迷信、植入遺忘指令和設計用來鎖住現在成為者留在地球的各式各樣的詭計和圈套。最重要的是，這是用來摧毀這個人們對人類都是不朽的靈性存在的覺知。公元前580年，在德爾斐的神諭宣示所，是由眾多神廟組成的網絡中的其中一座。每座神廟都是一個通訊中心，由舊帝國祭司為每座神廟選定一位地方神。這些神廟分佈在由首都城市底比斯開始，每隔緯線5度的位置，跨越地中海地區，北延遠至波羅的海。這些神殿的一種作用，是由他們所組成的網絡，並安裝了電子路標，後來被稱為雍法洛斯石器 Omphale Stones。這個由神廟組成的間隔佈局，只能在地球上方幾英里以外才能看到的。原有的電子通訊路標網絡，就在這些祭司撤離時被廢除了，並以石刻製品取而代之。舊帝國祭司的象徵符號是一頭巨蟒培東 Python，
龍或是蛇。在德爾斐被稱為地龍。在雕塑和器皿的圖畫上，經常以一條蛇來代表它的。在希臘神話中，這個德爾斐神殿雍法洛斯石的守護者，是一位神諭祭司，名為培東 Python， 就是這條蛇。他是一位現在成為者，他被名為亞波羅的神征服了。亞波羅將他埋葬在這個雍法洛斯石之下。這是一位神明建立自己的神廟在別人的墳墓之上的一個例子。這是對於統領地打敗並摧毀了舊帝國地球神廟網絡的一種非常婉轉而又準確的說法。這是一次對這個太陽系地球上舊帝國勢力的致命打擊之一。公元前559年，一支由統領地遠征軍派到地球的搜索隊，探測到這位在公元前5965年失蹤的統領地軍營指揮官的所在位置。在這段時間，他正是波斯的居魯士二世。居魯士二世採用了一種獨特的組織系統，加上由印度開始沿着人類活動的發展路線，一直跟隨着他的這批遺落人間的軍隊成員，因此令他們成功建立了一個直至當時為止地球歷史上最龐大的帝國。統領地搜索隊走遍了地球各地，來尋找這些失落的軍隊成員已經好幾千年，才發現這位指揮官的所在位置。搜索隊是由900名統領地官員所組成，每300人組成一隊。一隊沿着陸地搜索，另一隊沿着海洋搜索，第三隊在地球周圍的空中區域進行搜索。這裏曾有很多不同人類文明都記錄了他們的活動。當然，當時的人們並不明白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統領地搜索隊設計了一系列的電子探測器，用來追蹤每名失蹤隊員獨有的電子特徵或所放射的波長。這些儀器部分是在太空區域中使用，其他是在陸上使用，還有一些儀器是特別設計在水底環境探測現在成為者的。其中一種電子探測器是被人們稱為生命樹的。這種儀器實際上是用來探測一個現在成為者生命的存在。這是一個能滲透廣闊範圍的大型電子屏幕產生器。對古時的地球人來說，它好像是一種樹，因為它是一種電子場發射和接收器的交錯點陣。
這些電子牆是用來探測現在勝位者的存在，並判斷他們是否擁有身體，或者是存在於一個身體之外。每位統領地搜索隊的隊員都攜帶着一個手提的探測器，在蘇美爾的石刻上描繪了有翼的眾生用松果形狀的儀器來探測人類身體。他們還攜帶了這個掃描器的能源，這被形象化地描繪成由鷹頭有翼的眾生攜帶着一個籃子或水桶。統領地搜索隊的空中部隊的成員是由亞胡拉馬茲達率領，他們在人類的解讀中是有翼的神 （Winged Gods）。遍佈整個波斯文明，有大量石器浮雕刻畫了有翼的太空船，他們稱之為法拉雅哈 （Faravahar）。當地人稱統領地搜索隊的水中部隊成員為 Owens， 被稱為 Owens 的是穿着銀色的潛水衣。他們生活在海中，在人類眼中，他們的穿着好像一條魚。部分失蹤的軍隊成員被發現生活在海洋裏，寄居在海豚或者鯨魚的身體之中。在陸地方面，統領地搜索隊被蘇美爾人稱為阿努納奇，以及在聖經上的拿非利巨人。當然，他們的真正任務和行動是不會向人類透露的。他們的行動已經故意地被掩飾了。因此，在人類的故事和傳說中，有關阿努納奇和其他統領地搜索隊的成員並未有被理解，甚至出現了嚴重的誤解。在缺乏完整和準確數據的情況下，任何人所觀察到的現象都只能以假設或猜想性的解釋來企圖使那些資料合理化。因此，雖然神話與歷史可能都是基於真實的事情，但是他們同樣是充滿了誤解和對數據評估的錯誤解讀，並且以錯誤的假設、錯誤的理論和猜想來加以潤色。統領地遠征軍的太空部隊被繪畫成飛行的有翼的碟 （winged disc）， 這是對現在勝位者的精神力量的一種暗示，同樣也代表了統領地搜索隊使用的太空船。這位失蹤軍隊的指揮官，作為居魯士二世的一位現在勝位者，曾經是被猶太人和穆斯林視為地球上的彌賽亞 （A Messiah on Earth）。在不足50年之間，他建立了一套影響着整個西方文明的高尚道德和人道主義理念。他所征服的領土、所建立的組織和龐大的建築項目，都是史無前例的。
在一個短的時間裏，能夠獲得如此廣泛的成就，就只有由統領地部隊的一位領袖和一組訓練有素的官員、飛行員、工程師和隊員所組成的一個團隊才能辦到的。他們已經受訓和一同工作了好幾千年。雖然我們已經發現很多失蹤隊員的所在位置，但是統領地仍然無法恢復他們的記憶，以致尚未能夠讓他們返回原有崗位。由於我們的太空船並沒有氧氣設施，所以我們當然不可以將生活在生物軀體之中的現在成為者送返統領地的太空站。同樣地，我們的太空站亦沒有維持生物個體生命的維生設施。我們只有期望重燃那些失落而被發現的隊員的意識和記憶，和對現在成為者身份的自我覺悟。期望有一天，他們能夠重返我們的團隊。公元前200年，舊帝國金字塔文明的最後遺址是坐落在特奧蒂瓦坎。亞茲特克 （Aztec）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眾神的地方，或者是人轉化為神的地方。與埃及吉薩大金字塔的天文學結構相似，這個建築群的整體佈局是一個準確的太陽系比例模型，精確地反映了內行星、小行星大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的軌跡距離。其實，天王星是在1787年才通過現代的地球望遠鏡發現，而冥王星則直到1930年才被發現。所以，建造金字塔的人顯然是由其他資料來源獲得這些資訊的。遍佈地球的金字塔文明有着一個共通元素，就是經常採用蛇、龍或者是大蛇的形象。這是因為植入這些文明的眾生想製造一個諸神是爬蟲類的假象，這亦是一個用來延續人類失憶狀態的假象的一部分。這些為地球植入虛假文明的眾生，就像你們一樣，大部分舊帝國的現在成為者所寄居的生物軀體，外貌上與地球人體非常相似。這些所謂神，雖然他們的行為常常表現得像蛇那樣，但是他們並不是爬行動物。公元1034至1124年，整個阿拉伯世界被一個人奴役了。
山中老人哈桑沙伯，他創立了亞薩新派，以此營運着伊斯蘭教的一部分，並以恐嚇和恐怖手段來控制着印度的眾多地區、小亞細亞和大部分地中海盆地。他們使用了一種極為有效的思想控制機制和勒索工具，使得以刺客來維持控制這個文明世界好幾百年。他們的方法很簡單，青年男子遭綁架，並以一種藥物哈希雜 hashish 使他們失去意識。他們被帶到一個遍佈有着漂亮黑眼睛的迷人少女閨房的花園，這裏佈置了牛奶和蜂蜜河流。跟着這個青年就被告知他正身處天堂，並承諾如果他們能夠奉獻自己並遵從行刺命令，他們將會重返和永遠生活在這裏。這男子又再次被弄暈，並推回這個世界執行刺殺任務。與此同時，山中老人會派一位使者去找地位崇高的哈里發，或者是無論是多富有的統治者，從他們處要求金錢，要求以駱駝承載的黃金、香料、熏香料，或者是其他貴重物品。一旦未能按時收到，亞薩新派就會派人刺殺冒犯他們的人。事實上是難以防範這些只想執行任務和期望被殺後返回天堂的不知名殺手。這正是若然能夠巧妙和有力地運用洗腦和思想控制，這就會是如此簡單和有效的一個活生生例子。這只是相對舊帝國對整個地球人口進行失憶思想控制的一個小規模示範。公元1119年，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後，這裏建立了一個基督徒的軍事組織——聖殿騎士團，但是很快就轉型成為國際銀行體系的基礎，累積金錢，用以進行地球上舊帝國殘餘計劃的運作。公元1135年至1230年，統領地遠征軍完全殲滅了在地球周圍太陽系中活動的舊帝國太空艦隊的殘餘。可惜的是，他們長期以來建立的思想控制活動仍然是基本完好。公元1307年，聖殿騎士團被負債累累的債務人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解散了。他向教宗克萊孟五世施壓，譴責這些債權人，
並將他們逮捕、折磨和逼迫他們作假證供，並將他們在莊上燒死，為的是要盡力去抹除他的負債和奪取他們的所有財富。大部分騎士團的成員逃到瑞士，在這裏，他們建立了一個秘密操縱着地球經濟的國際銀行體系。舊帝國人員無形中影響着國際銀行家。這些銀行家暗中作為戰爭的挑釁者，暗地裏促使地球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並為武器提供資金。戰爭是控制人類囚犯的一個內在機制。這些國際銀行資助愚蠢的種族滅絕和戰爭屠殺，目的是為了防止地球的現在成為者共享開放的溝通，防止他們在一些有可能令現在成為者繁榮興盛和令他們受到啟發開悟的事情上互相合作，以免在監禁中的他們得以逃脫。